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2日公视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珠。先开始来关心，因为日本无承认高端预防射，驻高端的民众总共要去日本，爱家己开3500去做 PCR。高端第昨暗就表示，对日本这个拜五开始到年底，总共驻高端的民众要去日本，因会免费提供做 PCR 服务。别的医院啦，对嘛，那就是他要付钱嘛，就这个意思，对不对？应该意思是安尼啦。前一天，卫福部长许瑞环拄伫立法院讲过，暗示高端公司就发声明，讲自28开始到年底，会免费提供驻高端新冠疫苗的民众去日本进行的 PCR 检测服务。除了免费的 PCR 以外，指挥中心前几天也提出保住性的措施。有认为这期保住的安全记录，卫福部应该提出相关的评估资料。目前有5个我们的资料，有5位民进去，对，所以没有那么多需要啦。风险估方你要提出多少万分之几等等多少嘛？这个没有办法去做这种 study 啦，怎么可能呢？喂，你教我。全国驻高端的人数大概306万，指挥中心估计12月底进前，全国大概有8万人要去日本。高端伫声明中讲，以高端疫苗注射人次比例占全国注射人数的4.9%来算，大概要替4000人做 PCR， 检测量能伫咧年底进前有够。指挥官王必胜也讲，日本这应该是暂时性的措施。我个人判断，这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了哈，因为我想随着这个国际逐渐在开放的趋势，那各国对于边境的这个检疫的相关的条件应该会逐渐放宽了。高端讲，伫咧全国的北中南，拢会找一间医疗院所合作，并且看实际情形增加服务点，要拿作业的方式一个地点，高端公司伫确定了会另外一个公布。记者综合报道。那咱过来，昨昏是新增加26000多的本土病例，已经连续5天拢无超过4万例，疫情看起来有愈来愈稳定的趋势。疫情指挥中心嘛宣布讲，对11月初7开始，确诊者隔离7天了后，总共快筛是阴性的，就唔免搁做自主健康管理。另外，带做伙接触者拢总改做2+7，嘛唔免隔离。另外，嘛有全面取消健身房、进香、参加大型活动爱做3档预防射的限制。啊，若讲强场所，嘛会使唔免搁强制磅体温。让896天了后，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台顶透明假帮总算刷掉，因为新冠本土疫情降低趋势明显。指挥中心宣布，11月初7放零4项防疫规定，包括做伙大接触的人，无论是毋是有做过3剂疫苗，无需要居家隔离。确诊者7天居家照护了后，只要快筛阴性，就当解除自主健康管理。宗教绕境等4大活动取消至3剂令，公共场所也嘛免搁强制量体温。医院像这个住宿型长照机构啊，这些都是可以去考量。好，那还是以这个各场所好去做判断。好，那我们不做强制性的规范。新冠本土疫情连续5天拢4万例以下，而是礼拜一新增加26336例本土病例，中当前有136例，死亡62例，其中上少年死亡病例是30多岁男性，本身有神经系统疾病，10月18破病确诊，21伫厝内昏去，急救无效死亡。在这个就近的诊所来远端视讯看诊，那确诊之后也开立了口服抗病毒药物在家服用。不过很遗憾是说，在这个10月21号的时候被发现在家中昏迷，没有呼吸心跳。另外，顶礼拜 Omicron 新的变异株定数嘛已经出来，本土 BA.5 验出占92%。特别注意的是，境外移入新增加3例 BQ 变种家族，拢是欧美国家入来的，而且欧盟警告 BQ 家族恐惊变做欧洲秋冬天主要流行病毒株。不过，东南亚甲亚洲国家必须都要特别注意 XBB 变异株，因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拢是验出 XBB 变异株较侪，指挥中心会密切注意国外疫情变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国际上上新的消息，再来关心英国的前财政大臣苏纳克昨昏选调保守党的党魁，今仔日会上任。伊嘛正做英国史上头一个印度的首相。伊是表示，英国即马当面对严重的经济挑战，需要稳定，需要团结。不过专家是表示讲，伊是好野人斗出世的，恐惊真好理解百姓的经济压力。苏纳克伫咧两位竞争者前首相强生甲下议领袖莫登特退出，暂时支持伊了，当选保守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第一遍公开演讲。We now need stability and unity
and I will make it my utmost priority to bring our party and our country together. I will serve you with integrity and humility. 盐谷有党内议员认为，有参加策动推翻郑首相强生，即期无赢到选举的特质。也有人认为伊伤过好遐，无法度去了解英国人目前生活经济压力愈来愈大的情形，也怀疑伊敢有在调，或一个已经执政12年的政党，搁拍赢后一届国会选举。英国正拄着40年来上严重的通膨，能源甲物价拢起的经济危机，这寡拢是离过上任的苏纳克爱处理的代志。The problem will be is he is seen as someone that's not broadly on the side of people. He's seen as someone that's broadly out of touch. His immediate problem will be the 31st of October, where he has to come up with a set of budget measures that provide that confidence. 苏纳克捌伫咧投资银行高盛加几落间对冲基金做过，2015年正入政坛当选国会议员，正紧就正济保守党的新名星。2019年做宰相，今年7月郑首相强生下台，苏纳克竞选保守党的党魁失败。严格对当选的特拉斯了所提出的减税政策提出严厉批评。特拉斯了也因为相关政策不当引起民怨，只敢拿做45天就辞职。苏纳克伊的老爸是医生，老母是药剂师，自细汉出来就真好兄。伊的看手也是印度血统的好野人的千金小姐。除了是英国第一位印度裔出身的首相，也将会是国王查尔斯3世第一位任命的首相。今年才42岁，是最近200年来上少年的首相。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所以镜头搁等下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东北季风继续增强，伫沿海较宽的所在可能会透9级至10级的强阵风。那今仔日温度嘛加较寒，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温度拢比昨昏还搁较低，低温大约是18度至21度。早起的上低温是出现伫花莲的里溪潭是14.8度，日时的是北部也有东部高温是25度至26度，中南部的高温有29度至30度。因为这波东北季风的空气较大，所以雨水就无遐高，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而且会出日头。敢若伫大台北山区东北部部分的所在会落阵雨。若拜三拜四，东北季风就会小可减弱，水气嘛会减搁较少，温度会小可回升，也毋过早暗会较凉冷。拜五到礼拜水气会增加，正方面的大台北甲东部阁会开始落雨。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伫昨昏接见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的联合访问团。咱总统是表示，这届大会是咱台湾边境解封了后，伫台湾所举办民主聚会，会要继续推动民主国家团结合作，要互全世界的民主发展更较坚强、更较有力头。咱总统嘛指派副总统赖清德伫11月份的时，11月初1要去咱的友邦秘鲁访问，要继续深化咱两国的关系。军头部小组代替握手，蔡英文总统日时接见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联合访问团。致辞的时阵也提起，这届大会是边境解封了后，伫台湾举行的民主盛会，会当继续推动民主国家的团结合作，互全球的民主发展更加坚实有力。这就是再次明确揭示，只要当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产生更强大的结盟力量，才能够有效反制威权政权带来的各项挑战。We recognize that this is a young democracy, which emerged after nearly 4 decades of martial law. Members of our family are proud to have given support to that successful transition. And despite continu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this is not a place where democracy is in peril. 第11届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头一届伫台湾举行，蔡总统25要伫开幕式致辞，到时阵几落10个国家的民主倡议者加专家会来台湾，分享建立有韧性的民主制度。另外，蔡总统也指派副总统赖清德11月初1至初3到秘鲁访问，并后疫情时代持续深化台秘观光合作甲交流。国际跟国内的政经局势瞬息万变，总统必须留在台湾，维持国政的运作顺畅，并且应对区域及全球局势的各项挑战。蔡总统特别指派赖清德副总统于11月1号到3号
访问帛琉。张敦涵表示，蔡总统即届予伊3项目标，分别是深化台北连结、并关公，也甲持续深化合作。为11月16日开始，台湾也会重开台北定期航班，两国人民会当过互相访问甲交流。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实施假条件的航空令，昨昏咱台北股市早盘是起200点，严格指数随开悬收低，收盘是敢若起37点，收伫12856点。若今仔日咱台北股市伫拄则开盘是落一丝啦，即马继续伫12800外点起起落落。盘面上，红旗旗受美国顶礼拜五收盘大起，甲金管会宣布有条件限空令。152栋个股，2亿6个幅度3.5%以上，今日平盘之下，禁止放空，稳定市场信心。台北股市早盘起94点，12913点，开出了后盘中大起超过200点，收复13000大关。啊，毋过伫台积电、鸿海面板等股价并乌之下，最后起37.78点，收伫12856.98点，成交金额1775点，01亿。大盘的趋势就是这样子嘛，并不是说因为谁做空，然后股票大跌。只要美国在跌，我们跟你讲，你限空令什么几趴都一样。在全球通货膨胀一直提悬，加上美国短短几个月已经升息12倍，台股甲宽指数为正月初4的观点18619点，大概是收13000大关。但幅度超过30%，虽然国安基金伫7月进场了后，依然挡未牢。经过会顶礼拜各推出限空令，过去台股捌实施过4摆限空令，是伫98年、08年、2015甲2010年，若个加上这一摆，就是第5摆。分析师认为，政策后续力头有偌强，依然爱个观察。多少对于空方的力道有一些限制。但是整个大盘的整个的主轴，还有它的格局，还是要回头去看美股，啊，你知道，如果美股持续反弹，我想对于整个大盘这个反弹的力道有更大的一个推升的一个作用。由中共20大结束了后，石家军全面掌控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也予香港股市早盘大波开出，指数开价走低，收盘是重盘1005点，恒生指数收伫15196点，66点26%。记者综合报道。世界乡亲，咱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农民退休金口罩去年实施较大，只有2成的人有咧欠钱，互立委批评后告歹。基层的农民是认为讲，因为透精算了后，这个退休金口罩甲劳保的老年给付差无偌济，加上少年农民敢会一直做农，变数嘛有较济。啊，若食老较老的农民，总共已经满65岁，就当去请老农津贴，所以地区请农老农拢无啥有兴趣。来看《中国时报》，经济部的统计处昨昏公布9月份零售业、餐饮业的营收，拢创下有史以来同期的新高。严格同期的工业生产指数年减4.8%，制造业嘛年减4.83%，两项拢停止继续变红，停止对2020年2月以来连续红31个月纪录。来看《自由时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的人员因为甲去和平示威的香港人拖入去拍，这是引起全世界愤慨。英国上报有11个城市发动游行，要求甲这个拍人的中国官员要赶出英国。那中共的20大新的军事委员的人数已经对外公布，这人拢甲习近平有牵连。这对咱台湾的军事威胁会造成什么款影响？咱的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这个名单会当看得出来，中国对台湾是大真硬。共军已经有在传啊，等这边卖调整人数做应用。中共20大军会人数出来，除了习近平、温习主席，委员是大部分活人。72岁张又杰拍破这项备下规定，劳任副主席。新任的和卫党出身东部政区有实战经验。4名委员李尚福甲劳任烈士新任，苗华、张成明继续劳任，拢是石家军。国防部长邱国正分析，名单看得出对台会更加强硬，成员拢是经过基层历练起来。年会也给中共是有准备，国军人数也调整。我们从人事方面，我们也在调，但不是针对他，你怎么调我就怎么变。我想都是国防政策都有一定的脉络的，我们还是要很稳扎稳打的去做工作。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东部战区司令员何卫东。副主席何卫东上受注意，因为伊捌做东部政区司令。今年1月升任直属习近平的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为强军对台发动的围岛军演，都是由伊主导。另外一个委员苗华也出身福建，两人拢涉台背景，兼指台湾的意味真高。这一些懂台海、懂周遭的这一些过去在南京军区服务过的将领，未来的话，不敢说他一定是要打台湾，但是他至少他了解这一些事物，他有这一些经历、这些经验，这些经验会去帮助他在下决策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一个容易，或者是更加的一个清晰。蔡奇呢，对于整个清除这个低端人口、维持这个北京的这个社会稳定的部分，他强力的这个执行。另外，政治局常委也拢是习家军，各有分析，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就是因为管替习近平指定清除低端人口。蔡奇2011年担任浙江省委常委的时阵，嘛访问台湾，甲台湾有恩怨。记者综合报道。中共20大结束了后，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继续连任，要做第3个任期。咱立委嘛关心讲，两岸一年来敢会战争？咱国安局是回应表示，无排除中国是为着要转移内部的压力，用战争来逼统一，用这款策略。有学者是认为，中共20大刷过了后，人数的变动真大，安尼美国和中国有可能会继续因为台湾议题继续发生冲突。23创领新的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记者会出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连任进入第3任期，两岸未来局势引起关注。国民党立委关心中国在1年来拍台湾的纪律，国安局讲，中国无排除为了转移内部的压力，出现以武力逼统一的现象。在四通桥事件，一些社会的这个控制上面已经出现了一些破口，我们不排除他为了转移这个内部的某些压力，去做以战这个逼统逼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策略。但政局分析，中共政治局常委新的名单无女性，嘛拍破7张8路的规则。干来看政治忠诚度，名单偏向习近平之间身份的成员，尤其甲反台独列入去党章内底。中共可能对台湾的行动，国安局拢会密切观察。学者分析，中共对台湾统一并无时间表，不过促进统一的大方向会分阶段进行，而且减少美国介入。20大了后，对台湾的行动展现无同款的面貌。台湾议题嘛，成做美中竞争的焦点。20大以后对台政策这方面两岸的问题要由中国人来解决嘛，所以它会减少美国参与的这个的力道。大陆未来5年呢，这种加快加大对台统一的这个作为，或者是美国呢持续的来提升跟台湾的政治跟军事上的关系呢，这双方呢都会产生这个进一步的竞争。王国成认为讲，中国主管要是想要甲美国和平共存，不过美中伫咧人权、经贸、科技的限制、甲军事立场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美中可能会继续维持袂拆破面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共20大刷过了后，中国嘛发表第3季的经济数字。7月份至9月份，中国 GDP 成长率是3.9%，无到中国官方真正预测的5.5%。有分析师即马是认为讲，因为中国坚持清零，而且大规模封城，这是经济落坡主要的原因。清零甲封城嘛造成失业率压悬。即阵中国16岁至24岁的少年人失业率有17.9%。20大闭幕了后，北京小可放任防疫管制，大毕业无偌久的电小姐无用坐捷运4架面试找头路，不过到100份的履历，却只有10外面试的机会。为头路1个月薪水1万块人民币左右，在北京安尼大都市，可能算普通，总有几啊千人要来找这个头路。参加秋招征招的毕业生，就是发了一些面试的经历或者是比较惨的那个没有到手 offer 的那种情况。也大概知道是这么一个行情的，确实是比较难。毕竟数据不会说假话，就是失业率确实摆在那儿。中国9月调查显示，都市地区平均失业率是5.5%，是6月以来上悬纪录。其中高中到大专毕业学历，也就是16岁到24岁，这年会前失业率高达17.9%。失业率会悬是因为经济走势无好。中国官方事前预估，7月到9月第3季 GDP 成长目标是5.5%。不过不知报告无成功，连时的关卡拢失守。
实际调查出来数据是3.9%。There being, over 70 cities now covering 300 million people with some degree of lockdown in place. Naturally, in that circumstance, there will be some downside risks to activity, especially the service sector, but also on the investment front with sentiment remaining so weak, it will be very difficult. 清零政策之下，严格封城管制，互经济活动变慢，虽然经济的困境慢慢得到疏解，固定资产投资也慢慢有起色。不过，数据面的民间消费甚至房地产，说是永远拢无好。分析师有讲，中国经济爱真是有回升，爱等到2023年才有可能。公司新闻时间前朋友。国际上要紧，加乡亲同齐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6亿2千万例，死亡人数有655万人。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26357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已经超过700万例，日本超过2200万例，韩国超过2500万例。目前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有9900万例，印度有4400万例，法国有3600万例，那伫欧洲的英国有2300万例。巴西第30日时会进行第2轮总统大选的投票。现任的总统波索纳罗的盟友，也就是前国会议员杰佛逊，之前因为涉嫌散布选举的假新闻，最近佫发表文章侮辱大法官，互法院要求爱甲掠人，伊全向警车开枪，而且佫等手榴弹。双方相持1点钟了后，落尾互掠去。在巴西前国会议员杰弗逊的警车慢慢开，媒体一直拍车窗，因为涉嫌制造假新闻，互人机加加禁的杰弗逊，透过社群媒体发文侮辱大法官，去予最高法院下令逮捕。杰弗逊对警车开枪，各弹手榴弹，车门的枪支孔看现，玻璃嘛互拍几落空。有2个远警去予手榴弹的碎片碰着伤送医。杰弗逊表示，伊家己绝对唔投降，不过后来也是去予警方收押。代志发生了后，一向甲杰弗逊是境界盟友的现任总统波索纳罗，着急改卫青界线。Como determinei ao ministro da Justiça Ângelo Torres, Roberto Jefferson acaba de ser preso. O tratamento dispensado a quem atira em policial é o de bandido. 巴西总统大选伫要第30日进行第2轮投票，司法部门为了防止假消息加反民主言论，下令限制媒体报道内容，引起波索纳罗控诉限制言论自由。杰弗逊也因为散布假消息，去予人厝预防性加禁。杰弗逊申请居家在家核准了后，说因为一直违反规定，伫社群媒体写文章攻击法院，当时不服逮捕令，才发生这件攻击警察事件。挑战总统大位的前总统卢拉是批评波索纳罗家己做得来的。Ou seja, ele conseguiu criar nesse país uma parcela da sociedade brasileira. 代表左派工党参选的卢拉，伫第1轮投票以48%的得票率赢极右派的现任总统波索纳罗43%。预定这个礼拜6要进行第2轮投票。卢拉讲，这是一场野蛮对民主的对决。这场大选也关系亚马逊河南的未来发展。波索纳罗上任以来，加速河南开发。亚马逊森林互人开发的面积比较早10年增加7成，威胁原住民部落甲物种的生存。卢拉主张进任了后，要促进国会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以达到碳排目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来关心大韩航空一架载173个人的飞行机帮，第1礼拜暗暝时，伫菲律宾的宿部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冲出跑道，随帮乘客拢安全脱离，不过飞行机场嘛因为这个事故有暂时关起来。对于上年飞去菲律宾的一台空中巴士 SEA330 飞行机，因为天气无好，降落2届拢无成功。第3届降落的时，全冲出跑道。飞行机顶有162个乘客，甲11个机组人员，加载拢顺利逃生，安全脱离。因为飞行机伤大只，加上涂骹阁有落公霾，要拖无啥简单，所以果不其中，关掉飞行机场，嘛有取消几若10个航班。继续关心非洲的第1关山吉利马扎罗山，顶礼拜5火烧山，
风上头火就烧甲真旺。当地政府有派300人去拍火，嘛讲这火是有人挑工去放火的。另外，伫墨西哥嘛去互风台吞打，风雨真大，佮发生水崩山，目前已经知影造成2个人死亡。大火甲乌烟是一直冲出来。东非国家坦桑尼亚境内隔着马扎罗山，顶礼拜5暗时发生森林大火，火位山区南边海拔差不多4000公尺的所在，一个登山者营区附近开始咧炭，加上透风的关系，火是真紧就炭开。Lakini chanzo cha moto bado hatujafahamu, lakini kimsingi tu lazima moto huu utakuwa umeanzishwa na binadamu, aidha walina asali au hawa majangili ambao wanatafuta wanyama。当地政府动员超过300个人，希望赶紧把火势控制落来。隔着马扎罗山是非洲第一高峰，海拔有5895公尺，山顶有真侪叫要灭绝的动物。虽然目前无传出人员伤亡，不过当局嘛无确定这届大火算长的面积有偌宽。这粒山顶边爆发大规模森林大火，已经是2年前的代志。迄当阵火是烧1礼拜，每100平方公里的土地总共有去。因若伫美洲的墨西哥，是受到季风罗斯林的侵袭。罗斯林23以3级季风的威力，为墨西哥西部的海岸登陆。伫太平洋沿海地区，风雨是算叫，还佫地势严重的水崩山。罗斯林季风扫过的所在，车路积水积甲袂输一条溪共款，山区的树仔断去，叶仔嘛落甲规涂骹，甚至有几啊只大货车掉伫咧土内底袂顶袂动。真有名度假的风景区，我拉塔港的街仔路是规个路苍苍。Y pues yo vivo cerca de ahí y vi cómo se salió el río por la calle en donde yo vivo y pues sí estuvo muy feo eso。加在沿海居民伫季风登陆进前就紧急撤离，不过也是有2个人不幸伫风灾当中过恶。当地政府因为烦恼季风引起的海涌还阁真大，目前也是持续禁止民众去海沙坡，避免发生危险的代志。公司新闻邱婉婷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俄罗斯政府是指控乌克兰咧要开发完成放射性的武器，而且打算用这款武器来攻击。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回回讲俄罗斯指控无影无迹。继续来看美国的联准会 FED 有打算要放慢升利息的脚步，这是互投资人感觉讲对未来有小可希望，通小可休喘，嘛可能通稳定债市还有股市。继续来关心美国的司法部有宣布讲，因起诉13个涉嫌替北京的情报单位做事的中国公民，嘛指控中国干涉美国的司法体系。今头转来讲来，咱来关心选战。台北市长的选战，根据中共也个盖洛普公司公布上新的民调，国民党的蒋万安目前支持度是29.67%，目前暂时排第一。民进党的陈时中有22.13%排第二，无党籍的黄珊珊是17.42%排第三。针对这份民调，候选人拢表示这是参考的资料，因会继续打拼。我不怕，无所畏惧，你们来。冲着我来！首都选前拿着攻防焦点放伫疫苗采购前期，蒋万安进前写出 BNT 甲卫福部互相保密协议的部分内容，立院立委批评安尼做法是违法、违法犯法，提出临时提案，要求重启疫苗采购调查小组，谴责蒋万安。你要针对我一个人，结果用临时提案说我违法，我告诉你，我不会妥协，我不会退缩。不要说遮掉2/3，还有1/3是漏出来的。那1/3就包含了我讲的那个价格，他一直要叫我讲，我说在保密上面我不宜讲，那他觉得他应该不应该讲，用胡说八道这种话来带过去，只能显露出他是恼羞成怒了哈。对重启疫苗调查小组提案经过调查协商，决定无要处理。针对蒋万安批评2/3资料拢被抹黑，只有陈时中知疫苗绩效，陈时中也强烈反击。特别是选战竞争激烈，根据中共甲盖洛普公司公布上新民调，国民党蒋万安支持度29.67%排头前，民进党陈时中22.13%第二，无党籍候选人黄珊珊17.42%。中共党署长赵少康认为，去谈保黄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不谈弃保，不谈这些口水，我希望还是一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候选人自己的表现。
另外，各界也关心最近是毋是水门案 SOP 证据冲击黄珊珊支持度。黄珊珊强调，水门案重点是伫自信不完整，也佫有连结爱做更较确实，互市民更较知影持副作业定时未受到侵害较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马来西亚一个生出的查某大学生来台湾读册，说妨害死。经过法院的鉴定，死者是因为无气死去的。那伊的体内冇检出药物反应，检方即马正在找其他的证据，要调查清楚案情。杀人就是错，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老爸失去查某囝来台处理后事，情绪真激动，因为查某囝到台湾读册，所伫毕业进程有害。伫反警戒护之下，行出警车，伊就是涉嫌杀害马来西亚生出来女大学生的姓陈查甫人。初步调查，那疑似失控杀害被害人。姓陈查甫人一开始辩讲是因为对方拜托伊才会动手协助轻生，后来佫解喙发生金钱纠纷，生气之下失手提枕头将人挟死。虽然犯案动机还佫调查，毋过姓陈查甫人涉嫌杀人已经互法院羁押。检方受验了后，经过法医鉴定，生出来女大学生死因也出来了。确实有药物的反应，我们会针对这个死者平时用药情形来着手调查，并且也会加速的来处理相关的，包括数位鉴识的基证，那以及现场采证的部分。根据鉴定报告，检方初步判定，死者是因为未喘气身亡，是毋是姓陈查甫人用枕头挟死，还佫调查，因为伊体内佫验出药物反应，颔棍的骨头也离开，是毋是透过药物，互伊失去意识，无法度抵抗，也是电伊的颔棍将人电死。检方也透过更较侪事证，了解案件真相。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北市的三峡大东路有一个社区，23时是发生爆炸，有造成5个人受伤。监视人员调查了后，即马确认爆炸地点是4楼嫌犯伫4楼的细间仓库。这间仓库内底有改造的枪，也有炮啊，还有烟雾弹，所以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社区现场1楼算规涂骹的物件，监视人员真细日行过，进入爆炸现场勘查，确认爆炸点是伫4楼。一个厝外独立的涂装室的铁门下骹由内向外崩溃，现场发现真侪炮啊、烟雾弹等危险物品，也甲2支模拟枪、2支空气枪。经过勘验调查发现这些黄色粉末其实不是火药成分，是烟雾弹的燃烧之后的粉末。警方伫室外花圃发现好亲像改造的枪一支，研判是爆炸的时阵弹出来。不过伫现场无查到任何改造的工具。这个涂装室是4楼的伤者下，警方调查伊较早有使用炮啊、玩具枪这物件做偷笑的记录。刘男目前伤势较为严重，全案还要等刘男清醒后才能进一步厘清。目前全案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报请新北地检指挥侦办。爆炸案发生迄当时，惊人的声音，互住户拢喘一个，几条户人拢受影响。除了阳台铁窗啊，规个弹甲飞落来，家用品嘛散规涂骹。目前除了当时人伫个涂装室现场4楼的查甫人2度受伤，也搁伫插管治疗医院。其他4个受伤的人拢是轻伤。检警要听候4楼的查甫人精神了后，进一步查清楚案情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改善台湾交流道塞车的问题，附近是咧施工要增加机车道。顶礼拜六包厢咧拆东土墙的时，煞甲隔壁人家厝的地基挖掉，害人人家厝的壁逼开，规间厝即马拢变形。台南市的工务局即马是表示，因会要求包厢爱负责。土石放几大片，地基边仔规个松去，门头前的路嘛无去啊。厝内敢若外壁，倒真侪所在逼芳，无想讲是地动造成的。这是伫台南永康高速二街边仔这栋民家，日下晡熊熊摇叮当规个崩塌。住户想要走，却因为铁门变形，无法度出来当场惊甲哭。工人自己讲了，他们也是先跑第一，等到已经没什么动的时候，才听到我在叫，才来拿锯子把大门的那个栓给我锯掉，才跑出来的。哎呀，真的是很恐怖的，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差点就死在里面。住户心肝也阁担担，事故原因是台南市政府为了改善台湾交流道塞车问题，伫中山高速公路永康路段边仔增加机车道。民意代表这支包厢方便做代志无做，挖厝提鉴定，施工前嘛无先钉铁条啊。另外鉴定下去，他一定要评估
这个地方会有危险性，必须要做钢板桩。钢板桩做了，再怎么样，不可能是整个倒塌的，顶多是龟裂。包厢是讲有做挖厝体鉴定，不过双方讲法无共，如何厝破甲无法度大，包厢答应要负责到底，已经thiết立一个伙3个人先做安置。就是先把下面加固好，然后把上面的也是屋顶加固好，然后拆掉，然后到时候等它安全性好，下面也是要先做上去，然后再处理上面。面对包厢的消息，干部局是讲，当涂墙差不多要半个月后完工，会入去厝内确认损害状况，由包厢承担全部修理的责任，相关清刷修理费用也要求包厢负担。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咱的经济，主计总处有公布9月份的失业率是3.66%，这是比8月份有较降低，这嘛是这5个月以来上低数字。虽讲劳动部上新的统计是发现讲，咱国内即马也得实施无薪假的人数，也是共款有16000多人，而且佮比顶一期有加1100多人。不过，若是按照趋势来看，这数字也是咧下降的。你好，请问要到哪里？电话响袂线，无人双手无停过，有人多挂电话，马上搁接起来。国境全面解封，民众赶紧要出国佚佗。有旅行业者为10月13边境解封到即马，海外旅游业者提悬将近5成，人力需求也对咧增加。因应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量能，所以在业务的部分呢，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好，那虽然原2019年的人力都到位了，但我们是希望说，因应这个市场的需求，业务的会再增加。新冠疫情等候解封上期，后进入慢慢回补。主计总处公布，9月失业率3.66%，比8月下降0.13个百分点，创5个月新低。主要是部分毕业生陆续找到头路，和9月失业率回降。工作场所业务缩减，或者是因为休困失业者也慢慢减少。10月份开始有一些边境的解封的商机，那所以在预期相关的服务业的人力需求应该可以获得扩增。不过，为劳动部公布上新减班休困，也就是无薪假统计所发现，人数依然有16252人，比顶一期增加1197人。劳动部讲，主要是旅行社依然咧放无薪假，不过为近3个月同期数据观察，整体是慢慢下降。那目前的话，那一定是牵涉到机位的问题。那机位还没有完全恢复，在这个情况下，可能目前进入市场的商品还是相对的是有限，但是呢，是逐渐会往恢复的方向来走。到底来出市场前日的时阵，经济部也发布9月批发小卖营收统计，其中批发业、小卖甲餐饮营收拢创6年同月新高。经济部表示，今仔8月就疫情陆续登场，秋冬换季需求、国庆连假的食饭甲出佚佗的商机，边境管制慢慢放零，对提悬消费动能拢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边境已经解除封锁，也毋过外国旅客来台湾观光佚佗，煞无加偌济。国内一寡饭店的业者，即马也是上准咱国内旅客。有学者是分析讲，国际旅游拢会较晚早恢复上机，时间会拖较晚、拖较慢。啊，若市场想要较有生理，嘛可能要等到耶诞节、元旦，甚至是过年。毋是休困日，饭店是冷冷清清。伫大园区，离机场驶车免20分钟的桃园喜来登酒店，伫开放边境，无做防疫旅馆了后，主要做商务客，甲一半暝啊或者是透早的飞行机，咧出入境旅客的行李。目前呢，出国的游客其实蛮多的，所以饭店有推出早班机专案，会含接驳。那另外呢，在出差的这个部分呢，我们的商务客呢也比以前多了。伫桃园中立的南方庄园，伫疫情之前有部分香港甲澳门的亲子旅客来这订房间佚佗，不过目前中央的政策，香港、澳门的观光客也无批准入境，加减表示会受到影响。目前主要是锁定国内旅游的旅客。在未来的话，以及现在，我们都是会先以国内的旅客为主。那也希望说，在之后呢，全面解封的时候，我们一样会有港澳的旅客可以回流过来。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统计的资料，伫开放边境进前，10月初1至12，桃园机场平均每一天出境的有5878个人，入境的有5148个人。开放了后，13至23为止，平均一天出境是7528个人。增加要3成，因若入境的是10128个人，虽然是增加要1倍，不过对国内观光业来讲，也是完全无够。最容易进来的，当然逻辑上是香港，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限制存在，所以
国际观光客要马上能进来，能够看到实际上的效果，大概要2-3个月左右的时间。学者表示，境外旅客并无一个手大增加，入境观光回稳的速度慢，主要是因为国际旅游需要时间准备，会有延迟性。再加上在疫情期间，关系外国确诊医疗甲回国等等的代志，大部分的人还阁伫观察。学者嘛预测，圣诞节、元旦，还阁有新正的时阵，市场才会有较大幅度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第57届电视金钟奖戏剧类的颁奖典礼，柯尚德和范晓萱做的歌曲《I Promise》是良辰吉时的主题曲，是摕到主题歌曲奖。严格即马是表出讲，这首歌毋是为着这出戏写的，可能无下资格。本法部长李永德是表示，目前已经有请评审委员去鉴定，总共违反规定会取消资格。我觉得入围就是被自己被丢到摸彩箱，那现在就是奖券摸出来了。金家庭柯尚德欢喜上台赢金钟主题歌曲奖，暗过煞表出资格争议，因为这首歌早伫去年就被当作大甲妈祖绕境活动的开幕曲，毋是为大叫良辰吉时打造的新歌曲。文化部长李永德在留言备询时表示，目前交由评审委员会来鉴定。现在正在调查了解当中了哈，那么把调查的资料会交还给这个评审委员会哈，再去做再一次鉴定。啊，如果有这个违反报名的资格的规定的话，那么可能会取消他的资格了。那调查了确定违反报名规定，李永德强调会取消得奖资格，是不是由第2名来报起哩？还阁由评审委员会决定。相信在2礼拜内就结果。良辰吉时报名单位表示，报名时阵拢有讲歌曲背景，依照报名规章作业。柯尚德本人23日面册回应，报名奖和公司会统一说明。让外界越关心文化部推动的艺放权转型规划，目前初步规划要互满18岁青年差不多71.7万人，每人领青字，用范围包含电影册店。一个是1200块了，已经谈了大概有快1年了，几家已经有承诺。李永德表示，艺放权转型是参考意大利甲法国，规划透过2厅院的 OpenTix 系统，补助18岁青年一人青字。政府编2亿预算，民间募集一些，希望少年人欣赏展现培养文化艺术的观众和人才。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81岁姓欧的阿伯，去年6月时，因为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就带入去加护病房，佮插管治疗。就特别好的是，在伫病院佮互验出有肠仔癌，加在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即马已经恢复健康，顺利出院。81岁姓欧的老阿伯，牙拐啊慢慢行去台前，接受大家对伊的祝福。去年伊捌因为新冠肺炎，佮加急性呼吸困难的症头，根本无法度落床，规条街为鬼门关前救倒转来。很开心，我都下来，那个走廊。就是走路。讲话中气十足的欧阿伯看袂出来，去年6月，捌因为新冠肺炎合并急性呼吸困难，带入去加护病房。伊急诊的时阵，也捌因为气喘袂起来，爱插管治疗，伫负压病房照顾。经过肺炎重症的治疗，几条街有性命危险，只无简单病情稳定，唔免用呼吸器。却阁发现直肠原位癌，切除治疗了后，伫去年12月才培讲，拢总带伊162天治好出院。医疗团队是讲，欧阿伯治好的关键就是使用头盔式通气疗法，可以及早的拔管，及早的气切，然后脱离呼吸器，然后接上这个所谓的非侵袭性呼吸器。医师表示，这种头盔式通气疗法甲传统侵入性呼吸疗法无同，未伫治疗的过程增加喙烂手去喷到的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北市立动物园大只鸟熊18岁的团病情即马看起来无啥乐观。8月底时，因为羊熊方发现讲脑部病变，10月中佫出现后脚无力、胃口歹、食袂落、拢体咧。动物园的兽医替伊安排第2届 MRI 的检查，即马会根据检查的结果，和专家去讨论讲要安怎甲治疗。敢会当
趁去倒咧慢慢捕得叶啊，8月底因为羊群互人发现脑部病变，大鸟群团为10月16开始出现后脚无力，食袂落，逐工得叶啊食的量加排便量活动力拢降低。台北市动物园阁安排去台附设动物病院接受脑部自诊造影 MRI 的检查，差不多3点钟。为了减少麻醉风险，兽医师专程协助麻醉监控。相对的食欲精神目前是维持一个低度的平衡，那这部分我们会认为还有进一步的需要检查的一个必要。动物园表示，团的病况较特别，参考较早世界各国饲养经验，拢无类似的病例当参考，所以对检查结果爱个会同专家进一步讨论。目前敢会当予伊支持疗法，为日常饲料加蛋白质、维生素 E 加米群、补体素等，搁增加饲水的次数。不过观察团的体重、食食量，拢比较会分明显减少。现在进食量没有那么多，所以我们给他一些支持的药物，让他精神状况会稳一点。10月22号的一个检查，目前其实是取得初步的影像，那也把这样的影像分享给各个专家去帮忙协助判读。保育员观察团目前倒的时间较济，研判是坐得无爽快，因为病况无较好，若是搁恶化，是毋是会有人道考量？动物园是讲确实有评估过，不过也未到安尼做的时阵。记者综合报道。再去看世界，镜头来土耳其。土耳其最近有医生拢离开因家己的国家。今年到大已经有2000个医生去国外食头路。主要原因是因为土耳其看诊的时间伤长，而且薪水阁低，加上通货膨胀钱变薄，增加生活压力，甚至阁有医疗暴力，有病人的家属枪杀医生的代志，这款代志发生，拢互因的医生无想要踮伫家己的国内。38岁无关系老病的土耳其医生梅苏特，咧学德国话，伊拍算无偌久就是病院的头路，明年带全家大细到德国另外找头路。Çalışıp kendim ve eşim oraya gitmeyi düşünüyoruz. Eşim de benim yoğun bakım hemşiresi. Tabii Avrupa'da sağlıkçı ihtiyacı da çok fazla. Özellikle bizim branşlarda. 想要离开，因为土耳其医护的工作条件愈来愈歹，土耳其公立病院的医生患者真多，工时长，平均一个月收入$1000，他薪海票32000块起跳，虽然是当地上加薪水的3倍，不过比欧洲部分国家土耳其医生的收入并无好。最近通货膨胀超过83%，生活更加艰苦，结果真多职业医生无想要留，无毕业的医学生也打算要离开。 Ama çok da durmak istediğimi söyleyemem. Hemen okulum bittiği gibi geçmek için uğraşırım. Hatta şöyle söyleyeyim, okulum bitmeden de gitmek isteyebilirim. Çünkü elime bir fırsat geçerse, hani bakarım 1. 2. sınıfta İtalya gibi bir fırsat veya Portekiz gibi bir fırsat geçerse elime gitmek isterim. 想要离开，佮甲医病关系恶化有关系。土耳其最近传出患者对医生有暴力的行为。今年7月，一个凶手认为老母的过身是医生害的，开枪大死一个心脏病专家，互医疗圈拢真惊，佮甲侵出走的想法。伊斯坦堡医学会就指出，今年前9个月来申請出國職業所需要證明醫生都要2000人。 Hakikaten 2012 yılının neredeyse kaç katı, ülke genelinde 59 iken bugün 1938'e çıkmış durumda. Bu fact, olgu. 面对医生出走潮，土耳其政府7月将公立病院医生的薪水起4成，希望留住人才。不过成效还未出来。总统埃尔多安顶个月阁批评，想要出口医生只是为了使更较好的车，听更较好的音乐会，才离开。梅苏特就表示，这为互真侪人真消沉甲失望。短期内，医生出走潮恐惊暂时未减少。公视新闻市反应报道。 日本的食头路人传统下班了后，拢会小少去11倍，也毋过因为即阵日票是继续变薄，进口的烧酒继续提悬，互酒吧业者阁不将爱起烧酒的钱。人客嘛发现讲，即马啉一杯烧酒比以前还阁贵5成，所以嘛互一寡民众全归去外啉。朋友烧酒下班了后去酒吧11个。 是真侪日本上班族日常的生活，不过即马日票愈来愈薄，马勒破1块的美金换150块的日票，进口的葡萄酒嘛变甲贵33。当家即间酒吧只好调整介绍来营业，起的幅度为1成到5成不等。それだけお客様にも負担をおかけする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ので、やっぱり店主として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根据美国农业部的统计，日本酒类的消费，进口酒占7成。
大部分是为美国、法国甲意大利等等的国家来的。咱那入票今年以来已经大落3成，加上9月份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去年同期成长3%，创下8年来的新高。在上涨的压力之下，日本差不多有2万种的食品甲飲料今年拢有起价，特別是進口的商品是更加明顯。あまり上がってくるとワインを飲む機会がどうしても少なくなったり、量が少なくな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うかなと思うので、そうなると本当に辛いですね。有部分的民眾決定進口的酒都減啉寡，不過也是有人寧可調整消費的方式，嘛也是希望平常時啊攏會當翕一個。他を削ろうかなと思ってお酒はあんまり削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日本政府為咗穩定物價，最近出手介入外匯市場。阻擋日票繼續變薄，嘛會喺這個月底提出新的補助甲刺激的方案，按算會投入20條至30條的日票。不過有專家認為講，安尼恐驚會致使日本的財政赤字擴大。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世界正消息，咱來去印度。印度的中部有一個磚仔頭的村民，有人5當前是用手機拍底片，把這影片放去哩 YouTube 了後，真受歡迎。即馬規個磚仔頭已經有1/3的村民，當地用手機拍影片，放去哩網絡頂頭做網唱，嘛，互因透過影片增加收入。在拍片的現場，有人負責收音，有人負責攝影，邊仔還有真濟村民為咧看。印度中部這個敢若有3000人的磚仔頭，看落敢若真落伍。不過因對拍片的熱情，是一點仔都袂輸寶萊塢，翕的內容嘛真多元，有動作片、喜劇，還有 rap 歌曲的 MV。因的作品目前在 YouTube 頻道已經有12萬的訂閱，在國內是真有知名度。不過5年前因剛開始拍片的時陣，其實是逐項攏無，敢若靠手機完成所有的代誌。तो शुरू में समझ में नहीं आ रहा था कैसे वीडियोस बनाने, क्या बनाने हैं। हमारे पास कैमरा गियर भी कुछ नहीं थे, तो धीरे धीरे हम लोगों ने मोबाइल से शुरू किया कि चलो मोबाइल से ही बनाते हैं। हम ही लोग तो देख रहे हैं क्या ही दिक्कत है। 製作小組後來靠看 YouTube 的影片，家己學，甲拍片的設備升級。加上2年前，印度因為疫情實施封城，致使真濟村民全無頭路，全對拍片開始愈來愈有興趣。即馬為演員到幕後製作，已經有1/3的村民做伙參與。而且因發現講，傳起哩 YouTube 的影片，只要超過1000個訂閱，抑個有收看超過4000點鐘 ，YouTube 就會付錢給因。這嘛，互這個村民更加拍拼投入，翕的影片嘛為2-3分鐘的底片，延長做1點鐘左右，內容嘛更加豐富。हम लोग को जो करना है अपने वो चीज़ भी कर रहे हैं, मन संतुष्टि भी हो रहा है और हम लोग को अर्निंग भी होता है इससे यूट्यूब से, तो हम लोग उसमें अपना जो चला सके ऐसा भी कमा लेते हैं。第一陣啊，頭的查某囡仔對影的錢唔是遐爾要義，不過因對做明星有真大夢想。आगे का यही सर कि आगे मतलब मेरे को एक्ट्रेस बनना ही है, अब अपनी कोशिश जारी रखनी है ऐसा। यहाँ हाँ चांस मिले तो ऑब्वियसली जाऊंगी。即馬這個原本無人注意的磚仔頭，每個月攏會做出2鋪至3鋪的影片。有影薪水的製作團隊已經增加到12個人，其中包括一個老師，家己的工課辭掉了後，歸心來做編劇。這個團隊希望未來因的作品唔但在印度受歡迎，更加希望會當走向全世界。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你關心今日各地頭的溫度，在北部的溫度上加19度，上懸有25度；中部的溫度上加19度，上懸是29度；南部的溫度上加20度，上懸是30度；東部的溫度上加18度，上懸26度；外島是19度至26度。感謝鄉親收看今日的公視大期待早起新聞，明仔載同時間咱再會。